像刚刚那个饵块吧，里边用来蘸这个，我还第一次在烧烤摊吃到。还有这个凉粉热的。老洪好酒，边喝边烤，很多反套路的味道都是他仗着酒劲儿创造的。到我们这来都能看见他喝酒，边烧烤边干着一杯酒。这是丽江的特色小吃鸡豆凉粉儿，人们习惯吃它的凉，老洪偏把它烤热。这是早餐常见的饵块，老洪把它拖入深夜，跟热凉粉搭档，陪酒陪客。这是一个茄子，肚子里没有鸡蛋，也没有大蒜，老洪把它塞满酒鬼花生，把它也变成了醉鬼。人家在我这里说的是世界第一。不过，这样的天马行空，在酒精过线之后，会被迅速升级为野马奔腾。我这个人爱玩是玩，该搞什么就是搞什么。这个时候，俄古罗就成了他的草原。哎，老板过来吃一把，哎，肚子饿死了，请干两张，吃我的八吃，拿过来吃吧。缰绳扯断，牛皮吹破，酒越下越快，烤炉上的烟也越来越大。懂行情的老客会在老洪微醺的时候点单，恰到火候的宇宙能量会给他的手头功力顶格加持。此时能打败他的，只有他自己。你说丽江我吃了那么多的烧烤，你说哪家比我会好吃？任何东西，只有我这里才有这个。这是老板自信。对，老板是凹糟馆的扛把子。我的怎么回事嘛？我的这个是叫限量版。老板说 no， 哦，限量版。他说你这个招牌要不要换一下？因为他用红油漆刷完，就刷的有点凄惨的感觉。